六位兄弟平安，咱紧紧来串联今仔日所要念的圣诗，274首，274。今日是主设立最圣。好，咱今日两首拢真是古圣诗所有，所以咱拢应该。 274。上唱的一首，这首伊的作曲者，因为咱遮拢无看到，是叫舒曼。舒曼的时，伊是读法律，总是伊无喜欢法律，是因老爸叫伊一定爱去学法律、读法律，但是他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喜欢音乐，所以后来妈妈拢。 可能母性拢会较自卑，妈妈有引准伊，所以伊去学钢琴。总是伊迄阵是要做一个真有名的钢琴家，所以足勤咧练习。啊，亲像我就有当叫阮孙仔嘛，讲你的手伤细，你一定爱用你钢琴安尼背后开，不然吼八度很难弹。啊，舒曼就是这样子，咱的镜头这个无名指很难起来，所以一直很努力的，有当时用手去揪。 要改 Q 后也当独立，因为你弹钢琴要每一根手指头都要独立，以至于练得太勤了。所以咱这康亏嘛赶快爱有增长，结果就受伤了。所以他要变成钢琴家的梦想就破灭了，所以他就转而作曲。所以这可以毛作嘴儿时情歌，因为儿时的那个几首的歌曲，也就是弹钢琴的人也都会弹到他。 所以嘛是直接甲咱讲，咱这代志嘛得爱尊重好，咱个一首唱一届就好。迄个另外第二首，迄拢咱作写救助应该是152，152我们唱一次，真正爱救助152。 救助听人的声，152。咱若有时间看咱的圣经，圣诗，圣诗伊下底佫有一个主啊，开我耳孔，他写得很好，开我耳孔，互我听起你疼痛的声音。伫罪恶中指示我活命的真理，伫无助中显出。 你全能的恩典，伫绝望中赏赐我毋茫的快乐，伫黑暗中为我开光明的道路。所以我们的圣诗下后面有一些很不错的。好，我们唱第一节，然后现在准备来上到这里吧。好，变唱，来，救主。 你所爱的宝贝。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准备开始，请手机关机来备百姓来敬拜。劳苦陪重担的人，拢来我遮，我要互你安息，就陪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你的信心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下用，我的担是轻。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献诗274首，献诗第274首。今日是是主设立作先，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由安徛地，同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圣甲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演，启演文第11篇，启演文第11篇，也就是诗篇第32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所在。我来启，请兄弟来用，咱用交通方式来启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擦消。即款人真有福气。上帝无算伊的罪，甲伊心甘责。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若定定毋认罪，就规日嗨餐，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面里定定惩罚我。我的情力亲像木架打去。我对你排列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敬虔的人，伫通找到你的事，拢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袂因着伊。你是我的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我性命为我。我要教示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路无知识。就用马甲姜、马力索、约束，才会挽滚你。歹人会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性命为伊。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各慈悲的上帝，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全心全意的来敬拜阿罗你。我要伫你的面前告别咱家己的软弱。阮生活伫这世间，时常拄着艰苦、困难的代志，时常有人情的关系，时常的利益，也是家己心内的自私。阮拄着这个代志时，时常会靠家己来想办法来解决。虽然代志看起来解决啊，毋过咱内心呢，充满痛苦甲反悔，是可以影响咱的心情。主啊，透过救主耶稣基督，你为阮顶世界所留的宝血，赦免阮的罪过，求你予你的恩惠
时刻伫阮的内心，互阮知影你的智慧来行正正的路。主啊，只是咱恳求主，互无事伫地，互无事的感动中，搁较明白主来知影你的智慧，来更新我家己的性命，靠你的光来行正路。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请咱同齐来讲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50到第10节。阮对上帝的囝听会着，现在传互你的讯息是安尼：上帝是光，着伊完全无黑暗。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犹久继续伫黑暗当中，是讲白菜，是无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叫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咱若讲咱无罪，是骗家己，真理无伫咱内面。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咱若讲咱毋免犯罪，是挂上帝看白菜，伊的道无伫咱内面。愿上帝祝福咱所读的话是刻伫咱的心内。只是教会诗班要咱学罗上帝，因要用的诗歌是放落你的重担。
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香香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仔日袂咱进度的是本堂灵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伫黑暗内，也是伫光明中行，将时间交予牧师。还是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伫你生的主日，愿你的神运行伫阮的中间。主，你家己亲自来对阮讲话，照着你家己圣经内面的教示，互阮会通来照着安尼来说义行，互阮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活出主你所欢喜的款式，互即个世代看见你家己的百姓所活出来的，就将一切荣光归伫你。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所叫的圣名，阿免。伫咧进前咱捌提起过着即个讲要赢过撒旦的欺骗咱需要的就是讲起着讲咱我有也是无，我拢会通卖吼，我拢会通卖，会安尼一个信念。佮咱若安尼对伫某一寡做，抑佫有迄种的迄个反应，也是感觉的时阵，就代表着咱的心中伫咧即个方面，犹原抑佫继续有遐个需要，佫要处理即个需要的即个策略毋是拒绝，是用着代替。安尼透过安尼用着上帝话来代替即个撒旦的话，互上帝真理来安尼安尼讲揭穿即个撒旦的即个假象，甲着伊的即个白贼，用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代替迄个无感恩，无搁再追求迄个我欲，乃是要为着上帝迄个已经互咱的迄款的恩典恩赐来献上咱的感恩，佮相信上帝所赏赐互咱的，不管是伫咧顺境是逆境，拢是安尼对咱来讲拢是好的。所以咱若愿意安尼选择迄个谦卑来放下咱家己无搁再满足咱家己，安尼会通讲自神满足伫咧咱的主、咱的上帝顶面，即个需要就无法度伫咱的内面来伫遐生存。搁伫咧安尼，互咱伫咧即个满足咱家己，以及伫咧满足上帝的即个两个选择的中间，咱选择安尼用上帝做主这就是一种的谦卑，是迄个安尼贪赢即个需要的一个锁匙。既然即个安尼讲，迄个骄傲，咱若安尼讲的时阵，迄个骄傲是迄个咱讲通讲是迄个万罪的迄个根源，是人坠落的迄个原因，互咱安尼互上帝伫迄个中间安尼来厌恶，安尼迄个受刑罚甲报应就安尼讲，因为咱的主迄个心厌恶迄个骄傲的人迄个所有遮个上帝看做歹的一定受到刑罚安尼要怎样安尼才袂迄个安尼讲袂骄傲？咱唯一的就是会通互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安尼用着迄个谦卑来安尼诚做迄个咱迄个心，咱迄个所活出来迄个骄傲的迄个解药。所以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即个救恩是对迄个选择开始。咱原底本底，咱应该是行往迄个灭亡的咱，因为所以死甲着伊的果啊，互咱会通得到迄个安尼新的活命，佮安尼会通安尼，但是咱会通看见讲，迄个要得到即个救恩有一个真要紧的要求，迄个要求就是爱咱谦卑，只有咱谦卑承认咱的罪亲像即个约翰一书内面伫遐讲起的迄个第9章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
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承认耶稣是主，伫迄中间，亲像伫咧罗马书内底第10章内面讲，咱若用喙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伊有安尼互伊对死人忠告就会得到救。所以安尼，上帝恩典就临到伫咱互咱会通安尼得到迄个救恩，无论安尼所犯的罪有偌尔大，只要咱愿意谦卑悔改，耶稣就会通洗清咱一切罪，互咱会通安尼迄个讲伫咧华语讲叫做坦然无惧，安尼无有任何的惊吓，徛伫咧白上帝的面前。但是咧，人往往伫咧犯罪的时阵，咱会通看见，就是咱闪避选择闪避上帝，离开上帝，安尼咱惊安尼受到责罚，找到各种的即个借口伫遐来安尼讲推卸责任。当伊食了即个分别善恶果的即个果子了后，伊甲咱共款的迄个反应，伊将伊家己安怎藏起来，秘伫咧安尼伫遐咧闪避上帝面，就安尼，互上帝伫咧迄个质问伊的时阵，安怎？伊伫咧中间，伊无认罪，伊安怎讲？伊讲：你互我甲我做伙迄个查某人，伊摕迄丛树的果子互我食，我就食。伊反倒将即个责任来撒互上帝所做的即个夏娃。伊选择迄个骄傲的结果，就是伊落尾手就受赶离开即个爱甸农。到底是啥物，互人甲上帝伫遐来隔离？圣洁的上帝安尼，虽然讲伊无法度容忍迄个罪恶，但是耶稣基督伊已经成了即个人甲上帝之间的迄个中保。只要人愿意伫遐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伫遐来认伊的罪，耶稣就会互咱甲上帝和好。所以真正互咱甲上帝隔离的毋是别项，就是咱的迄个骄傲，甲着咱的迄个无愿意回到伫安尼，等于到伫上帝面前，无愿意认咱家己的罪。圣经内面有两个王。这两个王这以色列王，这两个王就是扫罗甲着这个大卫，因拢捌犯过罪。伫人的眼中，迄个扫罗伊所犯的罪其实无比大卫较严重。扫罗因2摆伫咧献祭的时阵，伊无听叹上帝嘛无迄个老人的话，反倒伊是用到一个，咱若看圣经，伊其实是真有迄个仁慈的心哦。伊伫遐安尼，伊伫遐疼惜，伫遐爱惜迄个所伫咧战争了后剩落来遐，以及迄个阿甲。但是咧，迄个大卫伊所犯的罪，佫是啥物款的罪？伊所犯的罪是迄个道德上的罪。甚至伊留迄个无辜的人的血，但是咱会当看见圣经内面所记载是啥？上帝迄个大卫得到上帝的赦免，扫罗却是去互上帝所安尼讲弃杀。为什么？因为大卫伊愿意伫迄个中间谦卑认伊家己的罪。伊认捌着上帝是迄个安尼伊所看重的，毋是迄个祭物。伫诗篇51篇遐讲上帝你所爱是的祭是痛悔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所以大卫伊深深了解上帝的迄个心意，伊安尼是安尼欢喜，安尼迄个愿意，安尼迄个痛悔迄款安尼一粒的心。但是咧，扫罗却一再伫遐为着伊所献的迄个罪，伊伫遐安尼做借口，伊无愿意伫遐谦卑来认伊的伊所做的迄个错误。
伊伫遐无顺探上帝的指示，伊家己滥产献祭，搁伫咧当上帝交代伊讲，着爱消灭遮个亚玛力王吼，甲伊所有的一切遮个。但是咧，伊看遐个安怎？伊留迄个亚甲王以外，伊搁将迄个上好的牛仔、羊仔，一切好物毋肯甲因消灭。只有毁灭遐个无路用的、无价值的物，因为扫罗伊看重遮个比看重上帝话较要紧。伫咧另外新约的故事内面，浪子回头的即个比喻的即个经文内面，甲咱讲安怎讲？咱若犯罪犯了罪。毋通伫遐闪避上帝只要安尼愿意来，咱讲啊放下咱的面子，谦卑到伫天父上帝面前来，伫遐来认错。天父伊伫遐等待要来赦免咱，搁来恢复咱原底本底迄个上帝囝儿安尼迄款的迄个身份。这是伫咧路加福音第15章内面所讲到的。所以，无论咱犯了偌济罪，耶稣犹原共款疼咱。伊伫咧中间伊伫遐安尼为着安尼伫咧咱抑阁是罪人的时阵，伊就已经疼咱。就算讲咱的心伫遐来责备咱，咱也毋通伫迄个，咱嘛毋免伫遐来有任何的条件，因为上帝知咱的心，伊伫遐伫咧约翰意思，咱今仔日。约翰意思在第3章内面安怎讲起？伊讲对安尼，咱知咱属真理，咱若受良心的责备，伫上帝面前，咱会当安稳自在，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大，伊逐项拢知。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咱无需要活伫咧迄个控告，甲着迄个定罪中间。咱只要安尼伫遐谦卑，伫遐悔改，互咱内在的迄个回转，互安尼会通安尼活出来伫咧咱的外在的迄个行动的内面。所以，互咱的迄个心，毋是讲咱伫心伫遐悔改，结果咱拢无任何的行动。所以。谦卑，互咱会通伫迄个中间得到上帝救恩，进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谦卑，互咱互咱的罪会通得到赦免，伫遐安尼得到上帝的欢喜。所以，咱会通安尼讲，谦卑是一个复兴的开始，是复兴的关键，是迄个咱回转转来到伫上帝进入伫咧即个复兴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伊毋那是干咱个人的迄个性命得到复兴的迄个关键，也是迄个国家来安尼得到改变的开始。所以，咱今仔日咱基督徒活伫咧咱台湾即个社会内面，咱毋是无要无紧。虽然咱伫咧咱的台湾安尼基督徒。安尼差不多约略差不多伫咧10%左右，甚至有诶咧计算，抑阁无到10%。我相信伫咧台北迄边诶教会，会讲即摆基督徒有15%，但是迄有当时实在是算了有较济，真正差不多台湾诶基督徒无到10%。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咱伫咧台湾即个处境内面的时阵，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的性命若得到改变，咱得到复兴，咱的国家要因为咱来得到复兴，敢毋是？今仔日咱会通看见，伫咧迄个阿伯拉罕，伊伫咧为着罗得，安尼伫遐祷祷，为着即个索多玛俄摩拉伫遐祈祷。伊伫遐向着上主祈祷，讲主啊，若有50个义人伫即个城内面，你敢要走灭吗？上帝讲，因为即50个人，我无要走灭。阿伯拉罕伊伫遐讲，若45个咧，
若40个咧，上老尾手伊伫遐着上帝祈祷讲主啊，若确实只有10个义人，你敢嘛要走诶？上帝安怎讲？伊讲连10个我嘛无要，我嘛无要走诶。但是真可惜的是，索多玛俄摩拉连10个都无。今仔日咱台湾敢无迄10个？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咱台湾即马咱的即个处境，尤其咱的厝边中国伫遐持感伫遐咧甲咱恐吓的时阵，咱所有基督徒敢是搁较需要为着咱台湾来祈祷？伫咧迄个中间，咱需要的是搁较侪谦卑伫上帝面前来认咱的罪。迄个认咱的罪，毋是咱个人的，是为着咱台湾所犯的罪，咱所有基督徒伫咧迄个中间，咱怎盖瓜承受？伫遐为着咱台湾来伫遐祈祷，求主伫迄个中间来赦免咱的罪，互咱的台湾得到上帝的迄个安尼怜悯，伊伫遐甲咱保守，就较亲像当初时迄个约拿，伊去到伫即个尼尼微伫遐宣布上帝的审判。尼尼微王一直对大到细，对老到少年，连遮安尼精神拢伫遐安尼披麻戴孝，伫遐忏悔认罪。因就伫咧中间，安尼伫遐安尼得到上帝安尼看见，上帝就怜悯伊，帮助安尼迄个怜悯尼尼微，就互即个国家会通来搁一摆重新来得到安尼迄个安尼上帝会安讲释放赦免，所以。咱若是伫咧咱的即个咱的迄个性命内面得到复兴，咱嘛因为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国家嘛要来得到改变。因为圣经内面安怎讲？伊讲迄个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上帝要医治咱的土地，伊要伊爱咱遮个咱遮个罪孽的百姓，第一件代志是啥物货？就是伫迄个中间谦卑伫咧祈祷进前必须要有一个迄个谦卑的迄个心态、迄个态度，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为着安尼迄个咱的遮个人民祈祷。伫咧中间，咱毋是伫遐来反复上帝，乃是伫遐谦卑承认咱家己的有限。伫迄中间，咱安尼迄个将咱的迄个规个人的迄个自信，伫咧上帝伊的迄个专灵、伊的权能的顶面，愿意来放下咱家己的迄个所有咱家己的心思意念，专用伫上帝伊的迄个心思意念的内面。谦卑是啥？是迄个对付即个骄傲的解药。所以，当咱愿意伫遐来放弃咱的迄个骄傲，选择谦卑，互安尼来按着上帝来伫遐呼求的时候，上帝就的确要听咱的祈祷。所以像头拄咱讲起着迄个尼尼微城，因伫遐中间伫遐谦卑祈求上帝的时阵，因就离开因的迄个罪，迄个因的歹行，上帝就伫遐来赦免因。同款伫咧咱今仔日咱现今即马即个幕后的世代，上帝嘛伫咧中间要来安尼，咱讲翻转侪国家，但是上帝伊伫迄个中间伫遐咧敲找迄个愿意谦卑的人，迄个谦卑的人敢是咱？所以为什么上帝无爱安尼用？咱会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既然迄个谦卑遐尔重要，迄个骄傲是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安尼产生侪才会做。安尼
咱会通看见的就是撒旦，伊伫迄中间引起咱心内侪迄个骄傲侪遮白贼，抵到咱陷入伫咧迄个骄傲伫遐高举家己的迄款安尼情形的时阵，咱要讲的是，安尼上帝是安怎无爱用着伊的权柄来伫遐来消灭即个撒旦？伊伫迄中间是安怎上帝无爱用伊的权柄来消？咱会通看见对创世以来伫迄中间咱会通看见的是迄个撒旦伊伫迄中间千方百计，伊伫遐安尼引诱人甲上帝伫迄中间伫遐来反抗。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啥呐？面对着安尼的挑战，咱会通看见的是安尼，上帝会通伫迄中间来消灭撒旦无？上帝伊是迄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当然伊有迄个权柄会通消灭即个魔鬼撒旦，但是上帝却无有使用即个方法来消灭撒旦。因为连撒旦嘛是伊做的。上帝当初时是安尼，伊创造的时阵，伊有侪遮的天使天军，是即个坠落的天使诚做撒旦，所以上帝连即个部分伊的幽怨，伊也有满满的怜悯，伊无有要消灭，反倒是借着耶稣来伫遐赢过甲着即个消灭撒旦伊所做的一切的作为，所以伫咧约翰一书的第3章第8节讲，遐继续犯罪的人伊是属魔鬼，因为魔鬼对起头就犯罪。上帝囝显现的目的就是要破坏魔鬼的作为，所以比起着迄个迄个诚做伫咧圣经内面讲讲诚做比天使利亚较输的即个耶稣，伊伫遐却有法度来赢过即个坠落的天使长撒旦。所以咱就会通看见的是，耶稣伊是安怎办到的？伊一心伫咧中间，咱会通看见撒旦伊伫咧中间伫遐一心伫遐要高举伊家己。伊伫咧，伊将伊家己安尼看比遮咱众生下一页，麻烦下一页。伊伫遐讲讲我的心内安怎讲？我要爬上天顶，将我的宝座设伫上帝正前神的顶面。我要坐伫咧即个智慧山顶，伫咧迄个极北边的所在。所以咱就通看见，撒旦伊伫遐一心想要高举伫咧即个正前神的即个顶面，但是即个撒旦伊用着迄个骄傲的方式，想要来安尼抢夺上帝迄个地位，甲着伊的权柄，反倒落尾手就是被拍倒伫咧即个地面上。但是耶稣伊却是照着伊的谦卑，伊放下伊家己，伊伫迄中间，伊欢喜顺服上帝的旨意。伊就伫迄中间，就伫迄中间安尼用着谦卑来回应即个骄傲的即个撒旦。所以咱会通看见，伊安尼迄款谦卑，将家己安尼像伫咧十字架顶摊赢即个罪，甲着即个死亡的权势。像互即个撒旦安尼败甲身后，安尼靠服。所以咱通看见的就是耶稣伊的迄个榜样，伊迄个模范，是用着迄个谦卑来赢过迄个骄傲。当然，毋是咱的谦卑会通来摊赢即个骄傲，乃是啥？乃是因为当咱选择谦卑的时阵，将咱家己放伫上帝的迄个旨意的下面。上帝伊就来为咱摊赢咱的所有一切遮骄傲。所以谦卑是啥？谦卑是迄个骄傲的解药。
面对着骄傲的即个攻击，上帝的策略，毋是伫迄个中间。下一页，麻烦一下。毋是用迄个上帝的策略，毋是用着宽平来伫遐压制骄傲，乃是用着谦卑来赢过咱的即个骄傲。毋若是解决咱家己的迄个骄傲，也是安尼，咱伫遐处理别人骄傲时阵的迄个最佳迄个上好的迄个策略。咱上会通看见的迄个情形，就是伫咧冲突的时阵，特别是伫咧双方拢伫遐无愿意来放下咱家己，伫遐来安尼伫遐陷入伫咧迄个僵局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的是咱时常安尼讲安尼倾向咱意爱来使用咱的迄个权柄用着权力来伫遐要求对方伫遐来安尼听叹咱的话。虽然使用迄个权柄安尼，咱亲像会通真紧来解决问题，但是并毋是上好的方式。但是当咱愿意安尼用迄个安尼咩讲，安尼换做用谦卑来回应迄个骄傲的时阵，咱需要付上咱的迄个代价。咱第一个，咱需要的是放下咱家己，为着咱的即个对方来伫遐来设想。有时也甚至不得不咱爱放下咱家己安尼，迄个咩讲有时会咱会通看见讲甚至咱像放下咱家己咱亲像无得到真及时的迄个果效，但是迄个谦卑的即个策略，会互咱得到对方的心，带来迄个关系的迄个建立，安尼的迄个果效是久长的，而且伊是一个毋是迄落，毋是一种的迄个勉强，乃是迄个安尼人心甘情愿的迄款的一个回应。所以耶稣伊的教导内面，咱会通看见的，就是同款的观念，就是爱用着迄个谦卑来伫遐来回应骄傲。咱伫迄中间会通，尤其会通面对着迄个咱讲迄个用歹来对待咱的人，耶稣伫遐安尼教导咱讲无毋通用着迄个做，迄咱讲迄个做歹的迄个方式来伫遐来回应，就是毋通用着骄傲来伫遐来对抗骄傲，反正应该去咱讲搁较侪会来听因，就较亲像伫咧即个马太福音内面所讲着的，着听恁的对敌，替迫害恁的人伫遐祈祷，伫遐用着迄个好来赢过歹，安尼就是用着迄个谦卑来回应迄个骄傲。亲像咱时常会通看见的，就是尤其咱基督徒定定会互人安尼来滥用的一个经文我相信咱可能会去想到的，就是伫咧马太福音内面讲起讲讲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给他打，有没有？打你的右脸，连他的左脸嘛安尼转过来，互伊拍。这个教导到底上帝主耶稣伊的这个教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意思？安尼的教导敢袂伤过超过？敢袂伤过过分？上帝疼世间人，伊创造这个美丽的这个爱电乐园互人伫遐管理，搁伫遐享受迄个其中所出的万物。人若无有感激上帝，反倒伫迄中间背叛上帝。即种的迄个骄傲的迄个行为就那亲像安尼去互人安尼拍着迄个伊的正面
搁较严重。但是上帝并无因为即个安尼背叛伊的即个世间人伊就伫遐来安尼放弃即个世间人。上帝伊敢若一直希望会通甲人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和好。上落尾，伊只有找伊家己的独生圣囝耶稣道成肉体，来到伫即个世间，甘愿为着咱人死伫即个十字架顶。这毋若是干若互人安尼拍迄个，咱讲活过来面，互伊拍，是连命就拢互即个背叛伊的人。搁较互人安尼着惊的是。即个咱讲正面是世间人拍的，倒面呢？倒面是耶稣伊家己主动转过来，互世间人搁拍。为什么耶稣伊要安尼做？耶稣互人拍伊的正面，毋是因为伊做有任何啥物毋对的代志，是因为人。因为迄个骄傲来背叛耶稣。耶稣虽然伊有权利伫迄个中间来，那亲像讲报仇，甚至是消灭世间人，但是伊无有安尼行，伊选择偷放来饶赦世间人，伊选择谦卑，放下伊家己来互世间人，搁来连伊的倒面嘛，搁互世间人来拍。因为耶稣伊渴望甲人恢复迄个关系，若是耶稣无主动将伊的倒面来安尼互咱来拍，咱就无有办法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当咱人当咱对人好的时阵，却是安那，互人安尼拍迄个正面的时阵，咱应该要怎样来回应？咱有权力来伫遐生气，咱嘛有权力伫遐来怨愤。但是这是用着骄傲来伫遐来回应迄个骄傲。上落尾会通讲就是两败俱伤。就敢若亲像伫咧迄个伫咧争执的中间，双方拢是用着家己来看做重，看做重要。伫遐坚持迄个骄傲迄个态度，上落尾就是无法度达成迄个共识，甚至带来迄个关系的迄款的破坏。所以，咱需要的是安尼，搁较济来学习，来效法咱的主耶稣基督，用着迄个谦卑来抬赢即个骄傲的迄款安尼迄个榜样。当人拍咱的迄个正面的时阵，咱选择放下咱家己的迄个咱家己来饶赦着对方，这就是谦卑的一个反应。即个谦卑会通救咱脱离迄个苦毒的迄款安尼捆绑，甚至会通来伫遐挽救着咱迄个原底已经受迫害的迄款安尼关系。迄个教导咱安尼。转过来将咱的即个倒面互人拍迄就是迄种安尼，互对方好处，愿意为对方来伫遐加行一里路，来放下家己，这也是迄个谦卑的迄款的反应。当咱若拢安尼不断伫遐安尼来行的时阵，对着伊会有啥物款的反应？对着伊敢若只有会感觉见笑，可能会被感动来安尼来回转，来挽救迄个彼此的迄个关系。就算伊无安尼回转，伫咧圣经内面讲，就算对方无因为咱安尼要继续伫遐来挽救迄个彼此的关系，但是咱却是因为安尼，迄个炭火就已经安尼堆伫咧伊的头壳顶。上帝伊会替咱来伫遐来伸冤。麻烦下一页。
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啊，迄个大卫伊的迄个经历啊，就是一个真好的见证。大卫伊安尼被迄个扫罗伫遐来追杀的时阵，啊，伊伫遐啊，毋是因为伊犯了啥物款的错，颠倒变是因为伊为着以色列人伫遐安尼伫遐来迄个相战啊，结果咧，伊佫毋若相战，佫贪赢，却亲像去互扫罗安怎无缘无故拍伊的正面共款。但是大卫伊无伫遐啊，心伫遐来生气，伊犹原伫遐来尊重扫罗啊，伫咧就算讲有机会伫遐来安尼要来杀扫罗的时阵啊，伊犹原继续来即个扫罗伫遐来甲扫罗施温啊，保留即个扫罗的即个性命。大卫伊安尼迄款的迄个拍迄种安尼迄个兵伊的迄个倒面啊，互扫罗拍迄款安尼行动，落尾手就是互扫罗感觉见笑，感觉惭愧。后来上帝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为着大卫来伫遐来伸冤。所以谦卑毋若是干那贪赢骄傲，也是上帝伊伫遐来提升咱的一个机会。圣经侪摆伫遐讲安那，伊讲迄个既若安尼，迄个提高家己的会受到降低，屈低家己的会受到高升。大卫虽然伊伫咧年轻的时阵，伊就互撒母耳伫遐来安尼甲伊高抹，讲伊要来做王。但是伫咧迄个过程的中间，伊无因为安尼互撒母耳伫遐来高抹，伊就伫遐来高举伊家己来反抗扫罗。伊犹原伫遐继续谦卑，伊伫遐尊重扫罗是上帝所迄个受抹油的。上落尾，上帝就提升大卫，成做以色列的王，而且佫是一个会通讲规个以色列国安尼。讲上辉煌的迄个统治的时期，所以真正的宽变，毋是用着迄个骄傲的迄个态度，伫遐不断伫遐来争取，伫遐来掠条条，乃是来自于咱家己的迄个谦卑。当耶稣伊伫遐愿意伫遐谦卑家己的时阵，伊伫遐顺服上帝的时阵，毋若伊伫咧十字架顶伫遐消灭即个撒旦的作为。搁安那，互上帝伫遐来甲伊安尼提升、提高，得到迄个安尼，咱讲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迄个超过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兄弟，上帝赏赐互咱的迄个自由的即个意志，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亲像，互咱家己到底咱要选择。安尼伫咧即个黑暗的内面，也是伫咧迄个光明的内面，伫遐来行，安尼来行。咱会通选择安尼伫遐军对着即个撒旦，咱伫遐高举家己，伫遐骄傲伫遐安尼行伫咧即个黑暗的内面，咱嘛会通伫遐来选择顺服天父的心意，谦卑弃权来互天父伫遐掌权，通互咱会通伫咧即个安尼。迄个光明的中间来伫遐来行踏，所以天父期待咱会通有一个真正确的选择，通好伫咧，互咱会通行伫咧伊的迄个光明的内面，来互咱会通来得到伊对创世以来就已经为咱备办的迄款安尼的迄个福分。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无伫咧迄个中间受到撒旦的即个迷惑，直到咱继续行伫咧即个黑暗的中间，乃是咱欢喜顺畅来行伫咧上帝的迄个光明的即个道路的顶面。咱伫即个即礼拜，咱嘛有3个问题，咱会通好好来去亲像到底是甚物原因，互咱会通互咱甲上帝隔离？为什么谦卑是回转，搁迈向即个复兴的即个关键？第二个
会啦，通互咱来默想的是上帝无用着权柄来消灭撒旦，伊是怎样来互骄傲的撒旦败甲心后安尼靠服。伫咧人际关系即个冲突的时阵，使用权柄甲权力，通带来安尼及时的迄个效果。为什么咱无安尼迄个建议？咱应该用着什么款来做取代？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去想，咱今仔日咱头所听的，咱搁一摆想，咱到底咱甲上帝，咱用着什么款的方式来甲上帝建立迄个关系？第三个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教导用着谦卑来回应骄傲？伫咧生活中间有什么款的代志是咱需要安尼，互圣神来伫遐来甲咱光照，互咱用着谦卑的态度来回应咱的主。为什么真正的迄个权柄，毋是用着骄傲的表现伫遐来争取来，乃是来对伫咱的迄个谦卑，互咱会通来得到迄个真正的权柄。相信咱今仔咱所分享侪遮个圣经的人物，会通互咱搁一摆重新来去思考，咱要做怎样的选择，互咱会通行伫上帝的光明中。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主，阮搁一摆主你恳求主你的神不断来光照阮，来提醒阮，互阮当阮伫咧阮的生命中不断伫遐咧做选择的时阵，主，阮欢喜来谦卑弃权，来互主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阮欢喜选择行伫主你的光明中，顺探主你的旨意，互阮凡事会晓安尼看无家己，独自信看耶稣。就阮要经历主你迄个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要继续带领阮、引带阮，行伫咧主你所爱、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不断来引带阮、提升阮，互阮伫阮日常的生活中，不断会活出主你阮活出的款式，就是行伫主你的光明的内面。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基督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52首，献诗第152首，救主听叹的声，请咱起立来吟选首。
济。即是咱重新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影奉献意的人，听有人奉献，请方美生执事甲魏居士执事来服侍。这是咱三角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圣殿敬拜而已。你是光，是要互人仰望的主。你要诚做阮随时的帮站，是阮倚靠的石盘。我们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啊，我要将阮生命中、生活中的艰苦重担放落，交托伫主你的面前。阮知你要坚固我，要将平安赏赐互我。只是阮奉献阮的时间、才能、金钱，要互你，要做教会圣工的使用，求主你降压欢喜。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只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甲字本来读。请，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我们再念一次。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这是来迎新报告，唔知影有新朋友伫咱中间无？好，芬兰姐的姐姐。芬兰姐。芬兰姐要不要介绍一下？哦，妹妹。好，那我们欢迎芬姐。还有新的朋友吗？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来报告事项。第一点，青少年团契2023的同工那我们会长由黄瑜杰担任。
那还有副会长庄景文，司库跟薛千信，文书是黄于珍，康乐是胡信珍，音乐是庄涵，灵修是薛雅信，总务是林定谦。愿上帝祝福这些同工们，能够让团契运作更好。第二点，本周六下午5点半召开小会，那下主日礼拜后会召开长子会，请长子预备心。第三点，请各团契小组还有各单位于10月底选出新任干部，并向办公室汇报结果。第四点，本年度查账日定于11月13号，请各团契整理2022 1到10月的原始凭证及现金账，供我们的会计来做验证。第五点，本会为携手爱无限2.0关怀事工那计划于12月1号到12号，到24号期间在那个依然是邻近的我们本会区的弱势家庭。那这个计划，那弟兄姐妹为弱势的家庭奉献1户500元按 TVTS 的慈善基金会会另外加码500块，那将会有这样子的1000块，然后发送给需要关怀的弱势家庭。那目前这个东西我们的奉献尚未达标请有感动的兄姐能够关心代祷及奉献，并积极参与此服事再来是肢体消息的部分。第一点，29日的上午7点半到9点半，在春雀国际温泉酒店的第2楼国际会议厅，那宜兰基督徒联祷会举办第14届宜兰祈祷早餐会，那欢迎兄姐一起参加这个研讨会，来为我们这块土地及上面的人民来祈福。那详情请看公布栏，并想要参加的人请向干事统一报名。第二点，11月14日的上午8点半到12点，于健谈青年活动中心的群英堂总会高龄关怀事工小组举办高龄关怀事工成果分享会，那欢迎长辈参加报名那详情请洽那个松年团契陈立淑会长来报名。那代祷事项，请各位就参阅我们本周教会每周的代祷函，并附上祷告。然后会计报告的部分，那就列印在教会周报的后面那请各位就是请各位看一下是那个包含那个奉献的会计的部分是否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请向我们的财务同工来反映。以上报告。牧师有要补充的吗？弟兄姐妹平安。咱的这个头拄有报告迄个29号就是这个礼拜六所以若有想要去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的这个兄弟，请爱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统计若到时截止咱就爱随人家己去报名所以若还未报名有想要去这个拜六下早7点半到9点半若有要去的人咱因为这是去到罗东迄边遐，所以咱安尼伫咧教会这边才出发有可能会伫咧6点45就要来出发所以请咱兄弟会通安尼，若有要去的，嘛会通安尼小少同齐来去迄边遐是有迄落停车场会通好停迄个因的停车场会通好停。若确实是骑奥多摆去会伫咧1楼的所在，有同工会伫遐来指示看要停伫啥物所在这是特别提醒咱的兄弟嘛伫咧咱咧讲到迄个携手爱无限的即个部分嘛请咱兄弟来共同关心，特别是咱的关怀部迄个方美长老，若确实有甲咱邀请的时阵，请咱用着一个欢喜的心，同齐来共同来参与因为咱教会总共要关心100户的即个弱势家庭所以需要有侪兄弟共同同齐来关心来参与所以若有那个即个关怀部来咱邀请的时阵，请咱毋通细疑咱就安尼欢喜来安尼受邀请。以上。
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虽然原生活中时常遇到艰苦艰难的事，生活伫黑暗当中，但阮犹原要感谢阿罗你。亲爱的主啊，现在这个世间充满战争、疫情甲混乱，互世间充满痛苦甲黑暗，互阮的生活伫惊吓中看袂到未来。主啊，阮是软弱的，阮是真心的毋望你会使过来，毋望你会过来，互遮个混乱会通平定。亲爱的主啊，现在阮要选起台湾未来4年的地方县长，无论选出的人是啥，拢请主是落智慧甲稳定，互遮个领导者，互因知影谦卑甲疼去了解这世间的需要，互台湾这个国家回归平顺。阮同款为着这个世间的有战乱的国家，包含乌克兰甲俄罗斯的人民来祈祷。主啊，你是慈悲疼叹的上帝，也是和平的人君。你甲是阮要彼此相听，求主保守遮个人民。真侪人伫战乱中失去伊的家庭、生活甲亲人，还有所有的一切。求主做因的帮站，亲自安慰，互世界重新得到和平。阮共款为咱的教会70周年的献堂以上来献上祈祷，求主互阮的有合意的心，知影上帝你希望咱的教会食做一间安怎的教会。来去做一件合意上帝旨意的圣殿。阮同款为教会身躯欠安的兄弟来向主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保守甲看顾，也求主保守教会兄弟姊妹有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用祝福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诗线请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用全首。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愿你照着你好的旨意，将你家己的圣神不断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来选择行伫主你的光明内面，选择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谦卑弃权，互主你来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请坐，别倒避讳。